兄弟姊妹，可能喺一年當中24年，自家只有暗瘡嘅路途，都咪自家學咪自家弱，但係我係講攏仲兄弟姊妹聽，係講自家落你新年呢啲，行呢一個年，自家一盼望在上帝裡面，自家得到新嘅力量。因為了呢一個以賽亞書57至17按樣人講到，透過一陣嘅路途，你學你弱。但係你唔係講冇盼望，意思即係講還有盼望，嗱即係要得到新嘅力量，即係變成唔係弱下去，變成唔係黑落去。嗱，因為到咧以賽亞書40、29節按樣人講到，佢上帝本是個力量，增加本是個新嘅精神，對於你黑你弱啥，係講一個盼望。並在上帝裡面，意思嚟講是個求嘅，是個相信嘅，是個盼望並在做起，佢祝福你新嘅力量，祝福你新嘅盼望，行呢個呢個日子帶你去得勝，帶你去勝利，因為到要有新嘅力量、新嘅精神、新嘅聰明智慧，佢帶住家佢嘅通才，帶住家去得福嘅路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